后来安尼，疫情指挥中心咧，伫昨日宣布的禁令，讲即个高中以下的老师甲学生，到即学期结束，拢袂当来出国。问题是，咱的宪法有保障人民居住迁徙的自由，所以就互人质疑咯，即个禁令无合法。嘛因为安尼，所以地方的首长甲学者就建议总统颁布紧急命令。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讲，也无即款的规划。总统府嘛讲，目前无要颁布紧急命令。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先下令禁止中小学师生出国了后，嘛通令大专院校师生暂缓出国。不过，这款的禁令引发是毋是抵触宪法、保障人民自由的质疑声音？真侪地方首长甲学者建议总统发布紧急命令，不过指挥官陈时中认为目前也唔免。现在还没有考虑要颁布紧急命令的问题了哈。那台湾之前在我们的压力非常大，或基本上是境外移入，所以现在全力在边境做防堵。总统府嘛表示，即卖已经透过特别条例充分收管。政府的作为都会依照整个疫情的演进，然后变化，然后在适时的时候会有适当的作为。目前并没有去颁布紧急命令的一个必要性。人权甲防疫倒一个较重要咧，总统府认为禁止师生出国合法合宪，并无违宪的问题。